請鄭安庭議員。多謝主席，各位同事，下午好。本人嘅發言主題係合理規劃土地儲備，助力澳門多元發展。近年特區政府持續積極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嘅發展，落實1加4產業嘅策略，並致力打造體育之城、演藝之都等品牌。然而呢啲多元產業嘅發展均需要土地資源嘅支持。土地資源係澳門現時長遠發展嘅戰略基礎。當前澳門正面臨住土地資源有限同社會需求不斷增加嘅雙重挑戰。如何科學規劃、合理佈局各類產業用地，實現土地資源嘅高效利用和可持續發展，不僅關係到當下經濟轉型嘅成效，更將深刻影響住澳門未來嘅發展格局。澳門政府近年收回數十萬平方米嘅土地儲備，更有一啲未進行規劃嘅填海用地有待利用。有意見指出，政府應盡快將呢啲土地儲備納入澳門城市嘅總體規劃，並推出具體嘅規劃時間表加以落實，以確保土地資源能夠有效、高效咁配合經濟多元嘅發展。同時，政府應針對1加4產業嘅特性，做出合理嘅佈局，將寶貴嘅土地資源合理分配，預留特定區域發展體育設施、演藝場館以其他多元產業嘅用地。有鑑於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。首先，對於一啲鄰近民生區嘅土地儲備，在未確定永久用途之前，可配合城市發展及公共利益嘅需求，規劃做臨時用途，用於建設公共服務設施、公共基礎設施、公共休閒設施，實現公共利益嘅最大化。比如，可將上述土地改造為24小時嘅自由波地大眾公園等休閒運動場所，亦可作為露天嘅停車場。更有意見指出，一啲有條件嘅土地儲備可改造為臨時嘅夜市，以進一步豐富澳門嘅旅遊元素。第二，對於黃金地段嘅大幅回收土地，例如狗場、馬場等，可考慮發展為文旅會展綜合體，結合澳門演藝之都嘅定位。可規劃建設包含演藝場館、文創市集、會展中心等多功能嘅綜合體，打造24小時嘅文化地標，既滿足居民嘅需求，又能吸引遊客前來打卡，同時亦都可以兼顧民生嘅需求，保留部分嘅公共空間，適當規劃社區設施、綠化休閒等公共功能，實現產業城市融合發展。第三，對於填海用地，應充分考慮產業發展嘅長遠需求，做好產業區域合理佈局，規定明確嘅產業功能分區，比如 A 區重點佈局現代金融服務業， B 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， C 區打造科技研發嘅基地， D 區培育大健康產業等，形成特色鮮明嘅產業集群。並在規劃過程中建立定期評估嘅機制，確保規劃能夠與時俱進咁更好咁調整同埋優化。多謝。